后来乡亲啊，大甲马绕境的队伍，昨下晡来到嘉义关，大批信众沿途跪拜迎接。昨下11点后，马祖的銮轿是自驾离的新港的奉天宫，信众抢望神像，甲奉天宫的内外是挤甲甜甜甜，现场阁是炮火，阁是烟火闹热滚滚。啊，为着早起8点的祝寿大典，一透早就有超过10万名的信众涌入新港。 迎香向妈祖来行三跪九叩礼，非常的虔诚。新港奉天宫闹热滚滚，因为大甲妈要来自驾，现场有炮声，也有烟火。奉天宫的内外是安尼电塌塌，大家要来迎接大甲妈。大甲妈来到嘉义关，经过规下晡的绕境，暗时11点外自驾到奉天宫安坐。过灯光一透早8点，都是大甲妈的祝寿大典。 身在四海很成就。由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、奉天宫董事长何达宏、嘉义关长王将牛顶人主祭，整个典礼咧沿用祭天的鼓励，意思向妈祖上香、献花、献寿桃、祝寿等等的仪式，超过10万名的信众一透早来到新港，向妈祖虔诚三跪九叩礼。向天宫外的街路，竹仔脚厝顶徛过窗仔口，马龙全人，规场的祝寿大典，场面是非常壮观。